靈情詩語哥林多後書第5章1至10節，天家居所的渴慕。我們原知道，我們這地上的帳棚若拆毀了，必得神所造，不是人手所造，在天上永存的房屋。我們在這帳棚裏嘆息，心想得那從天上來的房屋，好像穿上衣服，倘若穿上，被遇見的時候，就不至於赤身了。我們在這帳棚裏嘆息勞苦，並非願意脫下這個，乃是願意穿上那個，好叫這必死的被生命吞滅了。為此，培植我們的就是神，他又賜給我們聖靈作憑據。所以我們時常坦然無懼，並且曉得我們住在身內，便與主相離，因我們行事為人是憑着信心，不是憑着眼見。我們坦然無懼，是更願意離開身體與主同住。所以無論是住在身內，離開身外，我們立了志向，要得主的喜悅。因為我們眾人必要在基督台前顯露出來，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，或善或惡受報。保羅繼續講論佢點解唔喪膽。現今雖然受住苦難，但朽壞嘅肉體必過去。神給予一個永恆不朽壞嘅身體，呢個不朽壞嘅身體充滿住榮光。所有信主嘅人有聖靈喺佢哋裏面，叫佢哋持守呢個身體改變嘅盼望。仲有嗰個肉體嘅死亡，就係嗰個不朽壞身體嘅開始。1至5節，渴慕天上居所。保羅以帳棚嚟形容肉體生命，因為佢係以織帳棚為生，好明白帳棚只係俾人過渡性嘅居住。呢個帳棚拆毀啦，意思就係肉體嘅死亡。但寶貴嘅係，神俾我哋一個永存喺天上嘅居所，呢個唔係憑人嘅己力所作嘅。如今嘅生活常常面對苦難，的確令人嘆息，叫人渴慕天上嘅生活。保羅以穿衣服嚟形容呢個天上嘅家，人穿咗衣就唔覺羞恥，同樣喺天家係何等大嘅榮耀。從前舊人嘅一切羞恥都冇啦。保羅話喺肉體嘅帳棚裏邊勞苦嘆息，係由於唔願意脫下呢個，係乜嘢意思呢？佢係咪仍顧念住呢個肉體呢？當然唔係，佢嘅意思就係當死亡來臨，新嘅生命就開始。呢個就係嗰個必死嘅被生命吞滅。呢個天上嘅居所，神已經預備好啦，屬主嘅人必然得到，有聖靈喺我哋裏邊作憑據。6至8節，渴慕與主同居。保羅因為將來嘅盼望，面對一切都坦然無懼。佢明白到現在肉體活着係與主分開，但係佢非常願意離開肉體，即係死亡，與主同住。呢度暗示佢坦然無懼咁面對死亡。9至10節，渴慕主的賞賜。如今喺地上嘅生活，係咪無奈咁等候天上嘅居所呢？保羅並唔係咁諗嘅，乃係積極嘅生活。無論係生與死，保羅嘅定志就係要討主嘅喜悅，因為知道將來基督翻嚟嘅時候，佢要按各人所作嘅賞善罰惡，呢個同救恩係無關聯。保羅面對生死處之泰然，呢個唔係佢嘅豪情壯志，不懼死亡，佢乃係睇見永恆嘅居所與主同居嘅美好，俾佢體會到人肉體生命嘅結束
就係永恆生命嘅開始，係何等快慰嘅事！呢個對我哋有所提醒。第一，對天家嘅渴慕，叫我哋有力面對苦難；第二，死亡不足懼，因為有美好嘅永恆等住我哋；第三，聖靈喺我哋裏邊，成為將來得着天家嘅保證；第四，討主喜悅嘅生活，叫我哋生命活得有意義。親愛天父，感謝你為我哋預備天上嘅居所。我哋嘅肉體一天比一天衰殘，如果唔係你賜俾我哋永恆嘅生命，我哋只有無奈咁等候死亡，或者以今世嘅榮華富貴掩蓋住嗰種無奈同懼怕。諗到呢度，實在滿心感謝你。阿門。問題思想：第一，你害怕面對死亡同苦難嗎？保羅喺經文提出將來有天上嘅居所，會唔會為你帶嚟安慰呢？第二，我哋嘅生活係咪一個討主喜悅嘅生活呢？第三，將來每個人都會喺基督台前接受賞善罰惡，呢個睇法會唔會改變你現今嘅生活呢？請再讀以上經文，寫低靈修札記。